你若準無法度自由去講，你就袂當有自由的思想。香港7月15號，閣再有2間獨立冊店5個人因為涉嫌煽動罪，獲警方抓去。今仔日5個人攏已經交保。香港對今年3月到今已經有4間獨立冊店互人調查。在咧台灣的香港人士認為講，即香港政府用國安的名義來打壓出版自由，就是要互香港人會驚。伊若提醒講，即香港的多元開放已經無去啊，台灣人就愛看香港的案例，珍惜言論，也有民主自由。前一年寫我是冊店店員，徛停停的香港獨立冊店的員工，在7月15因為涉嫌煽動罪，獲香港警方國安處逮捕。在同一天，攏總有2間冊店5個人去互抓去。7月17拜5個人攏已經交保啊。其實今年自3月到7月，小連續已經有4間獨立冊店獲國安處盤查。踮台灣的香港民團認為，香港政府用社會安定做理由打壓出版自由，唔是真正安定，顛倒會互香港人做驚嚇。一個社會嘅安定唔應該係由呢啲所謂嘅限制或者係打壓而造成嘅，因為佢係一種虛假嘅和平或者係穩定，而唔係真係出於社會上面嘅安定。長期用藝術回應政治，踮台灣的香港藝術家吳國財，冇入面冊批評香港政府用國安機器控制知識嘅傳播。伊嘛希望透過香港嘅經驗，會當警示台灣出版創作言論自由，唔是合改建的。希望台灣民眾看到香港嘅遭遇，會當珍惜台灣無簡單則建立嘅民主自由。係，我覺得呢件事對台灣嘅民眾嚟講係一種教訓。即係當我哋睇到香港呢個曾經咁開放、咁多元嘅城市，就忽然之間變成封閉啊、自我審查，同埋大家都活喺恐懼之中啦。關心出版自由的冊店甲民團嘛，拍算後禮拜一7月20會辦記者會，聲援香港獨立冊店。另外，香港畢寫青年嘛認為，台灣目前是華人地區唯一有民主自由的所在。雖然有協助香港人士的人道援助機制，不過嘛希望台灣政府會當加倍予制度法制化。記者郭正陽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